大家好，今日係4月25星期五，市況咧仍然係處於一個逐步反彈嘅勢頭。雖然交投就唔係好熾熱，但係始終因為咧沽壓真係唔係好明顯，結果咧少少買盤已經可以令到個大市咧喺緩步當中咧係逐步咁樣上升。嗱，先睇睇今日嘅情況先。恒指早市咧先係高開170點，去到22,080點。之後曾經有少少拉腳，一度低見22,012，但係沽壓並不明顯，加上咧維穩嘅買盤同埋好倉大戶嘅部署咧，仍然係不斷咁滲咁湧現。結果個指數去到收市前咧，上晝收市前啦，已經一度咧係升咗358點，去到22,267點，即係話逐步向上創反彈時嘅高位。再睇睇移動線嗰方面啦，恒指今早咧係進一步係突破咗條20天線，即係話而家指數咧係走喺20天線、10天、100同埋250天線之上嘅。向上網咧淨係一組平均移動線就係條50天線，而家大概喺22,820點坐緊㗎。照而家呢個市況已經抽到上去22,200零咧，後續能唔能夠進一步挑戰50天線咧？真係要睇成交金額、睇動力能唔能夠配合啦。再睇睇今個月7號個市嘅急跌咧，係遺留咗個大型嘅下降裂口，係由22,638去到21,047，有1,591點，呢個裂口相當大。但係經過咗呢2個禮拜嘅持續嘅反彈之後咧，咁裂口嘅底部咧已經係上移到今早嘅高位22,267啦。咁即係話仲有一段下降裂口係介乎22,638到22,267點，呢371點嘅下降裂口仍然係有待回補嘅。而照而家呢個市況嚟講咧，只要冇咩特別嘅利淡或者係偏淡嘅消息事情出現嘅話咧，指數應該係順勢逐步回補翻呢個下降裂口噶啦。當然知啦，個市只係技術上嘅反彈嘅啫，並唔係一個什麼升浪嘅開始。呢點從走勢方面咧，大家可以略睇到一二。因為成個跌浪嘅起步點咧係3月19號嘅23,874， 3個禮拜時間跌到去4月9號嘅低位19,260，跌咗幾多？5,614點。期間嚟講咧，充滿咗投機性嘅沽盤，同埋最緊要後決咧係一啲不理性嘅拋售所造成㗎。但係由19,260點開始嘅反彈，去到今早嘅高位22,267咧，已經回升翻3,007點。即係簡單講，個市跌咗5,614點之後咧，就升翻3,007點。你話個市差咩？其實個市一啲都唔差。事實上嚟講，個大市本身嚟講，而家咧正在處於一個跌後嘅反彈之中。至於呢個跌後嘅反彈能唔能夠組成另一個中期升浪嘅開始咧？呢個就後話啦。最低限度有2個條件：第一，指數係必須成功突破埋條50天平均移動線，先至有機會漸漸發展新一輪嘅中期升浪。第二，成交金額。老實講啊，2,000億唔算少，但係以而家指數喺22,000幾，再進一步向上行嘅話咧，成交金額起碼都2,500、2,800，甚至乎3,000億先得。如果冇足夠嘅動力嘅，個大市都會推上去，但係氣氛上面咧係會比較保守。順帶一提啦，咁如果錯失咗21,000或者2萬點左緊嚟做部署，嚟到而家22,200零先至買貨嘅話咧，老實講啊，短炒咧暫時個空間唔敢講有幾多㗎，因為已經升咗3,007點啦嘛。你個市到底要反彈幾多先進入整固或者技術上嘅反覆，冇人會知㗎。同埋仲有特朗普呢幾日嘅態度啊，當然即係軟化啦，但係佢善變㗎嘛。聽日後日幾時瞓醒覺，突然之間佢改口態度轉眼都唔頂㗎喎，冇人知㗎喎。基於佢持續善變嘅嗰個態度咧，令到市場人士對呢件佢提出嘅對等關稅嘅事態咧，都係抱留一個觀望嘅態度㗎。最終都唔知啦，喺冇贏家嘅情況之下咧，一定會通過談判嚟解決問題。幾時開始談判咧？傾幾耐咧？結果係點咧？冇人會知㗎。所以反彈市就係反彈市，千祈唔好當新升浪開始嚟作一個部署嚇。
如果喺高位再追嘅話咧，一定要做翻少少風險管理，呢個係特別要留意嘅。好啦，作少少申報，我係證監會持牌人士，我係冇持有頭先上述提及嘅股份同埋相關嘅權益嘅。多謝大家收睇啊！大家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仲有記得要訂閱我哋菠蘿包工作室喎。訂閱咗之後，記得將個通知轉埋全部，咁樣先至會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通知㗎。